Soul Activation with Sylvia。 想問下正在追夢嘅你，有冇感受過以下嘅感覺？明明為咗夢想拼盡全力，卻總覺得自己嘅堅持冇被人看見。明明心裏藏住滿滿嘅渴望，卻因為怕失敗，怕不被認可，唔敢讓夢想真正發光。其實你想要嘅從來唔係所有人都認同嘅成功，而係讓夢想如願實現，被懂你嘅人看見你份真摯嘅真誠。今日為你帶來實現夢想卡巴拉祈禱文，就係透過卡巴拉嘅力量，加強你信念嘅能量，使你發放美嘅光芒，讓實現夢想嘅力量自然顯化。深信自己，讓追夢嘅腳步穩穩地走到實現嘅時刻。喺卡巴拉生命樹中，實現夢想從來唔係向外攀求機會，而係向內校準能量。關鍵來自兩個核心力量，第一個係代表信念嘅伊木納，佢係追夢嘅根基石，代表內在穩定同支撐。當你內心有足夠嘅堅定，不為雜念動搖，呢份自洽嘅穩定就會成為夢想實現嘅根基。第二個係提菲瑞特，可發放光輝同美嘅光芒，佢係生命樹中柱核心，代表內在嘅光芒同平衡。當你接納自己所有嘅面貌，你強大同閃耀嘅能量場就會讓夢想被同頻嘅機遇看見。以下嘅祈禱文就係透過呢兩股力量打通內在嘅能量，達成夢想實現嘅通道。喺開始祈禱之前，我哋需要先調整自己嘅能量頻率。第一步，揾一個安靜嘅角落坐低，雙腳着地，感受自己同大地嘅連結，就想象將你嘅夢想扎根實現嘅狀態。第二步，合上眼睛，做3次深長嘅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多次吸氣，然後慢慢呼氣。讓怕做唔到，怕被漠視嘅雜念慢慢沉澱，然後將你雙手放喺胸口，就係提菲瑞特發放美嘅光芒嘅位置，然後默念：我接納追夢嘅自己，我嘅夢想
唔需要向誰證明，讓我放低求認可嘅執念，回到為自己追夢嘅初心。而家我哋正式進入祈禱嘅第一部分，連接卡巴拉力量。請繼續保持合上眼睛，慢慢默念，以卡巴拉生命樹神聖嘅光輝為引，我召喚信念嘅穩定能量，駐守喺我嘅內心。我召喚光輝與美嘅光芒能量，綻放我嘅言行。從今日起，我不再追逐他人嘅認可，只活出夢想嘅本質，讓成全我嘅機遇，因看見我嘅真誠而來。你嘅胸口會感到微微嘅暖意，就係伊木納同提菲瑞特嘅能量開始喺你體內流動。接下來嘅祈禱文係協助你釋放恐懼嘅信念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嘅夢想遲遲未能實現，係因為內心藏住怕失敗嘅不安。我做得唔夠好，夢想太遙遠，就算堅持都冇結果嘅信念，佢哋就好似屏障咁擋住夢想嘅光芒。而家我哋就將所有嘅恐懼放下，一齊慢慢默念。我釋放必須做到完美才能實現夢想嘅執念。我釋放用妥協退讓換取機會嘅慌亂，我釋放害怕實現夢想會被嘲笑嘅不安。卡巴拉的光啊，請照亮我內心嘅疑慮，讓我明白不完美嘅堅持依然值得被成全，不用刻意嘅討好依然能吸引同頻嘅機遇。而家畀少少時間自己，想象內心嘅恐懼像黑霧一樣被卡巴拉發放嘅七彩金光慢慢吹散，完全開放，讓佢哋自然流走。感受你胸口越來越溫暖，然後再默念，願信念嘅穩定之光堅固我追夢嘅路。
讓我無論面對任何嘅狀況，都能保持真誠，不為迎合而改變夢想嘅模樣。我嘅堅持不用所有人看見，只願懂我嘅人珍惜。我嘅脆弱無需刻意隱藏，只願夢想嘅力量受到接納。完美嘅光芒流暢我夢想嘅通道，讓我嘅努力如清澈嘅河流，自然抵達想要嘅彼岸。無需刻意爭搶，不強求速成，只願同頻嘅機遇，透過我嘅能量，看見我夢想嘅珍貴。而家深深吸一口氣，感受自己就如一顆發光嘅星星，不需要依附別人嘅光，自己就能照亮實現嘅道路。以你嘅真誠向宇宙傳達，我已經準備好，可迎接夢想實現嘅美好。卡巴拉神聖力量，請牽引同頻嘅機遇與我相遇，不強求，不勉強，不討好，不執着，願那些成全我嘅機遇，看見我嘅堅持，同理解我嘅柔軟，願佢哋嘅到來唔係基於我嘅妥協，而係源於我嘅真實。願我嘅夢想係光與光嘅呼應，係心與宇宙嘅連結，一步步着地，一次次嘅成長，不辜負這場為夢想而來嘅堅持。而家可以想象，代表信念伊木納嘅能量，像堅固嘅橋；代表美嘅光芒提菲瑞特嘅能量，像閃亮嘅光，從你嘅胸口伸延出去，連接到遠方與你同頻嘅機遇。而家到祈禱嘅最後一部分，以你感恩嘅心默念，感謝卡巴拉嘅所有指引，將強化嘅信念同耀眼嘅光芒保存喺我體內，感謝追夢力量嘅覺醒，感謝自己勇於堅持真實嘅夢想。從今日起，我先成全自己，宇宙就會送來成全我嘅機遇。夢想自然着地，如光尋找光，如水聚集於海。我值得，我敞開，我接受，
感謝宇宙，感謝卡巴拉。搓搓雙手，將溫暖嘅能量輕撫喺你面上，畀自己一個微笑。呢一個係你第一份送畀自己嘅成全。以上嘅祈禱文，讓正在努力追夢嘅你放下向外求嘅執念，回到向內看嘅本質。當你能量穩定，如星光般閃亮，接納自己嘅一切，你嘅夢想就會自然吸引同頻嘅機遇，係你值得擁有嘅成全。